劬勞的祭司第32章聖靈降臨。由1936年3月29日開始，學院好多師生都願意將生命放喺祭壇上，立志成為代禱者。從嗰一刻起，聖靈就大大地喺學院中工作。而呢件事嘅高潮發生喺1937年嘅元旦。呢一日成為學院嘅五旬節。喺聖靈裏面，我哋唔再係各自追求聖潔，各行各路，而係成為一個緊密結合嘅團隊，一個活嘅器皿，同有一個生命，同有一個目標。普利迪博士過去係學院嘅同工之一，後來成為兒童學校校長。佢記錄咗嗰段日子所發生嘅事情，內容係咁：與主相交。喺1936年嘅聖誕假期期間，我哋大部分時間都花喺禱告上。越接近1937年新年，我哋就越清楚感受到上帝嘅同在。有一個好明顯嘅記號，顯示上帝正用一個新嘅方式做工。有一次聚會中，一位女同工喺禱告時忽然痛哭失聲，承認自己嘅缺失，呼求聖靈臨到佢身上。然後我哋聽見聖靈喺榮耀中向一班女學生彰顯自己，使佢哋喺他面前痛哭咗好幾個鐘頭。因為喺聖靈聖潔嘅光中，佢哋原來敗壞嘅心靈完全被打碎。上帝臨近嘅感覺開始彌漫整個學院，大家都充滿一種莊嚴而期待嘅氣氛。我哋諗起聖經記載五旬節前一日，120個門徒聚集禱告嘅情景，我哋就好似佢哋一樣，巴不得將所有時間都花喺禱告同尋求聖靈充滿嘅事上。我哋知道上帝嘅手已經放喺我哋身上，知道他將要成就一件大事。雖然我哋仍然喺等候上帝嘅來臨，但其實上帝已經喺度。接住落嚟嗰幾日，聖靈果然臨到。它唔係好似一陣大風吹入嚟咁，而係逐步佔據我哋嘅思想。它無所不在，它嘅光似乎穿透我哋心入面所有隱藏嘅意念。喺每一場聚會中，它都藉住遠長向我哋說話。而當我哋個別喺自己房間安靜嘅時候，它亦都向我哋中間好多位啟示他自己。我哋雖然覺得，自從我哋接受他開始，聖靈就好似一位真實嘅人活喺我哋面前。我哋當中有啲人亦都清楚知道聖靈使用我哋嘅生命做工，但直到而家與聖靈咁真實嘅相交，令我哋過去一切嘅經驗都變得微不足道。呢種相交並唔係話我哋用肉眼見到聖靈顯現，而係用屬靈嘅眼睛體會到他嘅真實。呢係一種面對面嘅接觸。當我哋真正見到他之後，先知道原來過去我哋從未真正見過他。我哋好似約伯一樣，我從前風聞有你，而家親眼看見你。於是我哋向主呼有，因此我厭惡自己，喺塵土同爐灰中懊惱。喺他純全嘅光中，我哋睇見自己嘅罪惡係幾咁深重。我哋睇見喺我哋所做嘅一切事情背後，原來隱藏住自私嘅動機，同埋我哋嘅驕傲、貪心同自憐。就連我哋從來冇懷疑過嘅地方，都被顯露出嚟。我哋不得不承認，我哋對於聖靈住喺我哋身上呢件事，其實一無所知。我哋知道身體應該係聖靈嘅殿，但當他問我哋係邊個住喺你哋身上，我哋竟然無法回答話係聖靈。以前我哋可能毫不猶豫咁樣答，但而家親眼見過他之後，我哋唔敢再咁講，因為聖靈嘅本性同耶穌係一樣嘅，他從來唔為自己活，他永遠為別人活。我哋都係曾經撇下一切嚟跟從耶穌嘅人，捨棄過世上一切美好嘅事，嚟過一種信心嘅生活，亦都將自己嘅生命完全奉獻俾嗰位為我哋死嘅主。但聖靈向我哋指出一樣嘢，你為我捨棄屬世嘅生命，同我嘅生命住喺你身上，係兩回事。呢兩者之間仍然有距離。
彼得同其他人嘅身體已經成為聖靈嘅殿，聖靈好似一位聖潔嘅人住喺佢哋身上，好似救主像屬神嘅生命活喺伯利恆出生嘅耶穌身上一樣。聖靈向我哋所要求嘅係要我哋將意志同身體都交俾他。弟兄們，我以上帝嘅慈悲勸你哋，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。當我哋再讀到呢段經文，發現咗一個全新嘅意思，好似第一次讀到一樣。原來他唔係要求我哋為他做事，而係要求我哋為他而活。我哋嘅上帝乃係烈火，一旦上帝嘅靈擁有咗我哋嘅身體，他嘅生命就要燒盡我哋原有嘅生命。我哋常常唱，我願像耶穌，但當有一位同耶穌一樣嘅生命，真真正正願意住喺我哋身上，使我哋每一刻都活出他嘅生命，我哋反而猶豫，因為我哋仍然想保留自己原本嘅生命，仍然想過返舊有嘅生活，唔想老我被判死。直到呢一刻，我哋先真正明白主喺路加福音9章24節所講嘅話：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為我喪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點解他要用咁樣嘅方式向我哋顯明自己？因為喺呢個世界上有一樣工作，只有他自己先可以做到。呢度係第3部分，下一部分會進入耶路撒冷等候的意義。聖靈不是給祝福，而是給十字架釘死老我，為世界而住，末世黑暗的預告，完全降服的呼召。點解主一定要用咁嚴肅、咁徹底嘅方式向我哋顯現自己？因為喺呢個世代有一樣工作，只有他自己先做得到。難怪主吩咐門徒唔好離開耶路撒冷，只等候父所應許嘅能力。因為聖靈一來，佢哋就要成為主嘅見證，喺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、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。我哋喺3月29日已經將自己完全奉獻喺祭壇上，為要將福音傳遍萬民。我哋都願意交出自己，任由上帝安排，將我哋放喺任何一個世代需要嘅位置，好似機器入面一粒細齒輪一樣。但而家聖靈親自向我哋說，我要降臨，親自完成呢件事，使我哋知道他係全能嘅，亦都係完全聖潔嘅。聖靈降臨嘅日子一日一日過去，我哋全心服服喺他腳前。我哋知道，當我哋向他降服，我哋已經領受咗一個職分，就係同千千萬萬信合信一齊，成為呢個世代將福音傳遍天下嘅使者。但而家既然他自己親自嚟到，我哋就可以退下來。其實唔係退下來，而係將自己嘅身體完全交出嚟，成為聖靈嘅殿，讓聖靈親手藉住我哋去做工。他對我哋說，我來唔係為咗俾你喜樂，唔係為咗俾你平安康，唔係為咗俾你得勝，唔係為咗俾你任何祝福。你喺耶穌裏面已經擁有一切。我來乃係為咗將你釘上十字架，好使我可以為呢個失喪嘅世界住喺你身上。他警告我哋，喺呢件大事開始之前，試煉會非常艱難，撒旦嘅攻擊會非常猛烈，血肉之軀係承受唔住嘅。他將主耶穌被釘十字架前一晚嘅情景顯示俾我哋睇。當黑暗完全籠罩嘅時候，只有救主一個人可以站得住。每一個門徒都跌倒，即使佢哋都曾經向主發誓，願意同主同生共死。再望將來幾年，係末後嘅世代，黑暗勢力同天堂地獄為爭奪呢個世界而爭戰。我哋知道，只有一位可以應付得嚟，就係三一真神中第三位，住喺人身上嘅聖靈。我哋一個一個被他遇見，亦一個一個喺他面前痛悔流淚。我哋都好似以賽亞咁，
當見到主嘅時候呼腫，禍哉！我滅亡了，因為我係嘴唇不潔嘅人，又住喺嘴唇不潔嘅民中。我哋嘅意念喺他面前完全破碎，無條件降服喺他腳前。每一個人都榮耀咁體認到，他亦住進來。我哋從此得着一個奇妙嘅特權，親身經歷，真係難以形容咁真實。我哋都成為新人，他嘅話語亦都成為新嘅。以前我哋常常將主嘅話降低到我哋嘅標準，而家住喺我哋裏面嗰位，堅持要將我哋嘅經驗提升到他話語嘅標準。我哋明白到自我嘅死亡係一個緩慢嘅過程，喺他真正可以自由運用我哋之前，他必須對付我哋老我入面好多敗壞同埋唔合他用嘅地方。但有一件事非常清楚，他已經來了，而且永不會失敗。然而，他降臨最大嘅意義，唔係只為咗我哋個人，而係為咗呢個世界。世界喺他眼中，只不過係一滴水，一粒塵蛾。我哋都忍唔住，帶住敬畏對他說：我聖靈，你來，係為咗震撼全世界。係之前嗰段日子，我哋已經好少有屬肉體嘅興奮同熱情。我哋嘅心自3月29日開始，已經完全被他吸引。我哋熱衷嘅只係一樣，就係歌唱同高聲讚美。但係呢段日子，因為對聖靈極度敬慕，我哋反而唔敢大聲講話。大家偶爾聚埋一齊，都只係輕聲細語。即使夜深，都冇人想上床休息，因為上帝喺度。呢種感覺好似聖城嘅預告，嗰度冇黑夜。我哋聚埋一齊嘅時候，成日到凌晨2、3點，都好似中午一樣清醒。我哋嘅禱告極之暢通，喺上帝面前等候嘅心，亦都特別安靜。聖靈嘅降臨，用呢一種方式持續咗差唔多3個星期。讚美上帝，他來住喺我哋身上，而且從此與我哋同在。雖然係咁，但冇一個人可以獨佔聖靈。他係上帝，無論我哋點樣經歷他都遠比我哋所知嘅更偉大。無論我哋對他嘅恩賜、他嘅彰顯、他嘅奧秘認識得有幾多，他嘅偉大永遠超過呢一切。無論他點樣向我哋顯明自己，我哋都能夠認得出他大能嘅工作。我哋對聖靈嘅仰望與日俱增，舊有嘅自己一日一日退去，好似先知約珥所講：我要將我嘅靈澆灌凡有血氣嘅。他向我哋彰顯嘅異象，係要藉住世上各種管道去成就，好火焚燒祭物一樣。聖靈喺他親自揀選嘅帶導者身上蓋下印記，為要將福音傳遍萬民。呢啲人當中，有家庭教師，有學校教師，有學生，有護士，有辦公室職員，有園丁，有技工。佢哋嘅職業唔同，但佢哋奉獻嘅心志同領受嘅使命完全一樣。有好多學生仍然繼續留喺呢個禱告同侍奉嘅團體入面，直到今日。上帝將自己掰開，使我哋合而為一。而家我哋同受一個聖靈，同有一主、一信、一洗，並且為同一個使命而努力。親愛嘅聖靈，我哋而家正正嚟到你面前，唔帶掩飾，唔帶保留，唔再為自己辯解。你係聖潔嘅神，你嘅光照穿透我哋心入面一切隱藏嘅角落。你知道我哋嘅驕傲、自私、恐懼、依戀。你知道我哋仍然想保留自己嘅生命，唔想真正死。但今日我哋願意，我哋唔再求祝福，唔再求感覺，唔再求平安，我哋只求你自己。聖靈啊，如果你要將我釘上十字架，為要讓你自己可以活喺我入面，我願意。如果你要燒盡我嘅老我，
為要得着一個完全屬你嘅生命，我願意。如果你要我成為破口，成為器皿，成為代價，成為祭物，我都願意。我將我嘅身體獻上，我將我嘅意志交出，我將我嘅將來放低，我將我嘅一切交俾你。聖靈啊，唔係我為你而活，乃係你喺我入面活；唔係我去為你做工，乃係你藉住我去做工；唔係我去改變世界，乃係你震撼世界。求你降臨，唔係輕輕經過，乃係永遠住下。求你掌權，唔係部分，乃係全部。我哋宣告，我哋屬於你，我哋為你而活，我哋為你而死，我哋為你而燃燒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祈求，阿門。